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77篇11至12節，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，我要紀念你古時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，默念你的作為。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，我要紀念你古時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，默念你的作為。昔在今在永在嘅神，我哋嚟到你施恩寶座前，求你幫助我哋喺艱難嘅日子，仍要專心仰望你，唔要被負面思想同埋情緒牽制，對你嘅恩典同埋愛有所懷疑。求聖靈保守我哋嘅心思意念，要常常紀念你奇妙嘅作為，思想你嘅信實，因你係行奇事嘅神，你會為我哋開路。你嘅救恩係我哋生命嘅力量，係我哋嘅盼望，係我哋嘅倚靠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